咱的古迹就是咱的历史。伫欧洲有一个城叫做博哈，华语叫伊做布拉格。伫遐会当找到6世纪的古迹，一寡古早的建筑、雕刻、甲大埕，真够呾拢有人伫咧生活。所以遐的古迹拢是有温度、有感情、有故事的。随望来到遮的观光客，是甲时代过往无离代的望观者。毋过历史情怀，拢会伫因伫幼小的时，豆豆兄滚起来。咱台湾嘛共款有一个充满历史感情甲故事的所在，叫做大稻埕。17世纪，基督族人捌伫遮生炭繁荣过。19世纪，移民捌伫遮烧杀甲卖尸卖活。遮移民留落来的信仰中心，即马善男信女甲观光客拢伫遮行踏。迄条路街，阁有茶米的香味甲神式的传说。博哈捌是辉煌的中欧政治经济中心。大稻埕过去是北台湾商业中心。因的故事是较早伫遐走跳的人起造的，成做咱现代人的历史。文化就是生活，历史亲像一条溪，溪水直直甲文化塞对头前去，搁甲伊的生长扫圆地扁，入来出去。生活叫应历史，现出时，咱才会安尼生。若无去到历史现场，对历史若无感觉、无感情，无亲手摸着遐的古早物，无亲目睭看着遐的古迹，咱要安怎对家己的文化有确实的认捌？古迹毋是欠来备办观光的。伊的价值是对历史有遵循的补偿。毋过，一寡政客请在笑眯眯甲咱讲，发展观光，恁拢通趁大钱。历史的代志，大家拢免挂心。台湾的过往无重要，爱向前看啦。这个政客的讲法，要使甲古迹当作妓女。观光客是来交关的兄哥，咱拢是老苍。要有历史情怀，无史观，无文化，干那剩趁钱的步数，安尼社会自然毋正样，民族自然灭无。真侪人爱去欧洲佚佗，去博下讲遐真有古风，阁真水。煞袂记咧台湾有一个大稻埕，毋知家己的故乡、生活做实的所在，嘛共款有人的感情、温度甲历史，安尼实在真可惜。无采咱脚踏台湾地，头伫台湾天，目睭煞简单要看外国的景致，袂使灵魂伫别位。迄身茫茫渺渺伫咧度日，为地方的小故事到台湾的大历史，拢是互咱认捌家己，互咱家己注意未来要紧的知识甲养分，了解过去，自然会知影未来。安尼政客都无才调，搁再使人咱啊！列位有志。恁是毋是也无清楚台湾的历史，也毋知身躯边的古迹，紧去找找，宝会学着宝，